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人到底嚟收聽邊啲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那邊個人講嘅話題，攏就是真歡喜啦。人哋話免亂亂講，其實報名，人哋攏唔肯報名嘛，當然貴啊，佢哋本來福建嘅多，所以攏是真歡喜，我未亂咗啦嚇，所以愛嚟買菜啦 ，OK。乜隻強㗎？啊，感謝各位聽眾。恭喜我呀！然後這個禮拜咧，我哋講嘅話題咧，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學嘅話叫做機構。OK，特別我哋講人你過好對面呢度講好聽OK，其實咧，今日看我特別嘉賓先，我特別嘉賓就是阿龍啦、阿德啦、阿涵嘅道哥。Hello，嚟到阿龍講。錄介紹了呢啲鬼啊！等陣個 Clubhouse 個 Clubhouse 會是點啊 ？Clubhouse 蘑菇阿什laksa 即係比賽講半鹹甜細漢呢 Hello，呢？我是講啊 ，Hello。南西個南西大媽actually 即係即係 episode 是幾時啊？但係講咪我啲topic，人講咪 topic 啊，但係呢個 episode 嗰時後尾一個禮拜啊，但係人講件事啊，嗰一個 episode 嚇掉咯，嗰一個sorry 冇啊，人 come back 去 register 嗰一個禮拜，嗰一個禮拜咪咧成個變跳啊環圖咯啦，幾嘢冇幾嘢已經是幾啊，特別呢個 episode 嗰時嗰有攤呢個。其實我想俾叫人講，叫人 remind，冇上人 remind 我講個節個後尾去俾單嘅。但係 anyway，人 introduction 佢一個講，所以佢去俾單變咗學嘅嘅 website，讓到個村冇幾節呢，而且村唔係村哪節呢嚇。Anyway，那是讓聽到隻 message 去即係個談咯。但是講你 website 冇談 register，到讓到冇談 register，那是冇談 register，後尾 register。In case 我 extend 呢 ，extend 嘅一禮拜呢嚇。OK，來阿龍，我哋你知唔知講講即 AI 用學嘅我俾人講我特別我呢本是我呢本是真係大講潮嘅就講潮嘅，真個係上條啦。你睇，咱平時咱當然我上條我唔記得，我上條講用 AI 嚟 code 冊嘛，用 code 冊用寫 thesis 嗰啲是用 AI 嚟寫同件事啊。所以咱平時咱唔是講咁了啦。我特別本容易，咱古仔 code 冊，但係咱常常講。拄到咱會曉寫嘅物件是啊，咱人邊人嘅人常常講我物件行過。嚇？鬼行過啊？唔是鬼，我物件行過，係咪物件行過？唔知啦，馬來吉。差不多，特別咱是福建人嘅講法嚟嘅。紅講行過，嗰是大伯講行過。我上次是電人嘅大伯講電伯講。電白講，不是電影嗎？電影嗎？這裡就是這人嚟啊！電白講，一聲電呢？電白講，電影嗎？電影嗎？行過啊！就是講你用 AI 寫啊，啲個。AI 寫用電白講。冇好，攞到啲 Clubhouse 人係，攞嚟寫寫，我做啲 video sorry 我 utilize，I think 嘅嘛 in between 嘅事，我驚我被困咗喎。免啦 ，never mind。攞嚟是冇困，肯定 after 啲 topic 我俾叫人 lock 這邊嘅。Anyway，所以我問困過啊。人若是最有興趣嘅，到啲 Clubhouse，我俾叫人起來 lock 隻物件，人琴日走起來 Zoom 嘅 ，before after 這個事，起來 Zoom 嘅，嚟OK，so 電影嘛是假搞，我咪講嘅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啦，人，actually 人平常時咱同埋你先，咱唔講 AI 是唔是？咱冇講講 AI 啦。你 direct translate 中國人講嘅是人，人。特別冇人按香港嘅啦，老實講，你是按香港，特別你哋中國又好，係咪就係講冇人按香港嘅？你講中國人唔講 AI 啊？對啊，但係本是講 AI，啲韓國本是有一個 translation 嘅嘛？有啦，有人工智能嘛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呢度成日講。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api 你冇叫佢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嘅嘛，你叫 AI 嘅嘛。哦，中國人、韓國人，但係但係不是叫 AI。有講咩有 short form 叫人工智慧，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有講哦。冇，一路有人肯還誒，特別 normal usage 較濟人講 AI formality 是就 maybe 想到人工智能啦啊。特別冇人講係 AI 啦，人工就是 artificial 啦，智能就是智能是智慧的智 intelligence 哦 ，O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所以 directly translate 本哦。要日本本是這個字應該是日本嘅話翻譯出嚟，係啦華語嘅一樣嘅。because Korean 本是叫做人工智能，本是相關嘅物件喺度，本是這四個字嚟，特別冇人咁講嘅。哦，你小等嘅時候，你講我當然咱嘅世界有大人會用 AI 啦，你冇個領域講，但係用嗰啲架構啊，係啦，會用 AI 即係字即係音一頭用啲話嚟。AI 啦 ，OK， 其實咧大多角色 AI 人就明白嘅咯，絕對明白嘅。特別古早有I think certain point 有人會講誤會講是 Adobe Illustrator， 本有可能本呀。當然冇啊啦，當然冇啊。because 就依家邊 Adobe Illustrator 較普通嘅 AI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dobe Illustrator 是只 Adobe 呢，冇啦，有人講 Illustrator，定到 graphic design 人講 AI 就是 because 是依個 file 是 .ai 嘅數，依個 file format 是 .ai， 還是 BSD 嘅是 AI 啊，你講 AI。所以特別較濟人講 AI 當然是想到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諗叫，我諗想到 Adobe Illustrator 啦。而家有個咧 Adobe Illustrator，本有一日我相信啊，一般就飛手去本。特別當然 AI 嘛是有 AI， AI 嘛是有 AI。當然有 AI 是未曉 design 嘅人本會 design 物件。是講歹看啊，人看。I mean anyway， 人講這 general 咯，我 feel 到這個拍生這困起啊，這個小金鋪 because 伊會講嘅，特別 I think 伊等陣估係困起啊，當我 message， 我直接 message 佢嚟請佢，我而家就很上所在上點聲啦。唔是，伊唔是小貝虎，小金鋪，小金鋪是 Adrian。is drop 檳榔嘅嘛？哦，是檳榔嘅。對，是檳榔嘅。Hi， 我小愛妹看，我是娃娃。你是娃娃。AI 嗬有包括成日講 ChatGPT 啊，了人。你做聲，你聲。OK， 好，我同你講 ，because 我最近啊，我係工課嘅了啦，是 almost 嘅了是用 AI。做嘅了誒 ，even 都是我 design 又好啦，係咪貴嘅了本是用 AI 了。使你起嚟咁樣講咯，半向。而家把路落去一下。唔，把路個 start 呀。然後你即 GPT 啦 ，GPT 咧，到底邊咧學嘅呢 ？GPT 就是路咯，叫做 CBD 超級白呢。我唔識你 BTCCB。แล้วว่ากับเรา講，我個嘅 AI 可嚟做之類嚟做喂，佢哋攰比賽 opening 啦 ，video 嘅 opening 啊 ，video 就 video 嘅 opening，然後做掛嘅咧，咁咧是用 AI。搞會聽到話，真用，真係等我會聽，我會所就是咱正有 actively 啦，成個到我冇節，還是禮拜冇用到。你往時你用到，可能你冇想到，特別你再講你用到去手用 AI 人，再去用嘅嘛？我冇以為。豆哥有阿達咧，阿達，去手Clubhouse上去手就出聲咯，出聲。我用 ChatGPT 嚟做，對咯，有用。letter 點樣有用咯？所以。一刀你。一刀都冇得上啦，冇寫這。哇！Clubhouse 人 discipline 一個 ，Clubhouse 人就有用Clubhouse，冇就 ChatGPT。我夾啲，我有用，我有offer，係咪ChatGPT？ChatGPT 你講咩？我有用 ChatGPT。
我有 有用啦。我有用 ChatGPT 輸腦了剪映嘅 AI 這幾行啦，咁了。Benji，我 Actually John， try Gemini 嚇嚟 ，Gemini 真係 edit 好用嘅。小影，哦是啊，係 Gemini edit 小影好了咯。edit 小影唔知路但是路啲用線咩 banana 咩啊 banana nano banana 嚇，nano banana，嚇 nano banana nano banana，迄個真驚人迄個。一齊嘅人啊，你佢伊小影真水，真正啊，你講你等陣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叫做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你唔係講人哋派啲技術嘅事嘅物件。人工智能，梗係技術你成日唔知字啦，你又播呢？That is why 我講咧就 direct translation 嘅啦，就是講要係 formal 人工。Even Chinese 伊 translate 本來 actually 冇咩人嘢即係事嚟嚟用嘅。特別我俾學讀人工是人工，但是講對等人字，咱用福建。但邊度你用邊樣嘅話咧，咱冇講人工即係攞嚟用，咱講人工嘅，人工，咱講人工嘅啫。OK，所以人工咧智能你學，咱本冇講本嘅，我係感覺嚟講，但是你話樣嘢係講同 intelligence 有關係嘅話咧，咱邊啲人上嚟講是講知識，知識，都嚟實講人工知識，聽起來就順咯，有好多邊樣嘅味素啲，譬如是人工智能，是咯，人工知識。OK，我是個聽你 as 這你唔係講人工知識嘅話，你唔係講人智咯。人智嚇，有人智哦，有人智啊，冇人智哦，咁回事，咁回事調。人智，人智唔是人智，人智，你有人智啊，冇人智。人智不會使，人智會使，應該一變掉。知識是knowledge嚟嘅，伊不是像藝術，冇這種寫法。你講人智不會使揾。人智，我實啲笑掉，係你掛。係咪？你個人，你個人，你個地，你是海南人誒？冇啦，唔是啦，即係嗰是講讀冊嘅人。冇，你講人，你個人，你個地是咪？你個地是成個人講哪個對？你可能你個地，哪個嚟？好地道。為我起來這裡會使攞嚟使看，攞嚟使看，為我頭毛時你都未看是唔是人地做嘅，還是自己做嘅？我有聽啊，哦，因為你起來正我啲頭毛，我未開過小英。OK，來，咱講這咩？電人講，咱計住電人講，電白講，同我講計搞嚇。啲 AI 講 AI。Sorry， is like 冇你把錄是 already 是 record ได้啦係啊。哇！呢時昆車真叫好，你行邊條路？Sorry， 講掉啦嚇，講掉 OK 咯 OK。反正我未開我嘅 video， 我你需要人哋咯。我 because 我 I share， 反正我 share。你去你 computer 下面 share， 你去 computer share。AI 面是咁樣，當你 ChatGPT 呢，當佢 browser 裏邊冇有啊。都 for example 啦，我用一個 browser 名 DuckDuckGo 啊，伊會出來啊，你 generative answer 嘅。DuckDuckGo 是用你嚟寫 GPT-4，是你 Sora 啦，係你 Llama，係咪鬼啦？伊用係你 third party 嘅 AI，but 伊 do search 係咪伊 anonymize，都伊 go through like DuckDuckGo。DuckDuckGo 係每人一個嘢都對嘅 answer 嚟。特別，你是講 generative answer 是係咩意思誒？意思講，伊用 AI technology to do，let's say 啦，do type something 啦 into DuckDuckGo 嘅 browser，do search for something 啦嚇。因為是你會使訂時 button 個 generative answer，意思講係用。所以你條經本啊 ？OK。等我等看，我 try 用 Google 啊，我 try 用 Google 嚇，我type in 入去，哇！你看咱係就要 AI mode 呢頭啲 AI mode 嚇對，即係 AI overview 啦，我拍 What is 變成福建啊？一出來是變成福建 is a Chinese dialect spoken in Penang based on the Zhangzhou dialect of Hokkien
from China's Fujian province。你一個我咪看 sauce 是一間啊，即名係一間。我唔是E來嘅，唔是 E 來嘅，E source 是啲 Wikipedia resource 過來，迄隻叫打波嘅時候，因是 because E 是啲迄一個 page 裏邊嘅頭先，OK，對，所以跟伊無關係。我看 link，這是 E take a source from 這個 link 啦，OK。But anyway，as long as 伊有這個 data 嘅話，你學一定會 answer 路咧。特別有隻物件，伊家己會 make up 本嚟咯。你看這邊啊，我是較係用 Google 啦，所以正式 dive deeper in AI mode 嚇，你第正下一度出來啊，你看得咯。一路出來無相嘅咯，然後看下面啊，你世界講話咯，對，你世界講話，你世界成班，你世界講福建話，阿咪，未 ，Do you 當見未過嘅，當然都未過嘅，係啦。但係我同你講，怎麼半咁啲人講嘅係你物件㗎咧話？Do you speak Penang Hokkien？等我看伊answer先。你邊度 Do you speak English 啊？As an AI, I don't speak in human sense. I don't have a mouth. 會變咗English why？但我你拍唔掉物件。我唔是我用聲嘅數，但我講。Do you？等陣，你同我講話先。你等陣啊，我講。Do you speak Penang Hokkien？那等一快 answer。As an AI, I do not speak blah blah. blah blah. There are some specific non-standardized writing system, unlike Mandarin or English, reliance on a bridge language because of the limited written data for Hokkien. You're right. Difficulty with regional oral variation. Okay. 所以係咪？所以咧，我同你講啦。當今咱常常有陣時人講Facebook 啲聽人講嘅話，咱就講到咱係俾 microwave 啊 ，Facebook 都出咗隻 microwave 廣告咯。之後，啦第二咧就是有陣時人當有 AI 啊，就講伊做伊嘅你查某囝嘅面，係啦打電話 FaceTime 甲你講話，叫你接你個伊，是唔是？So 我何落嘅一個recommendation 咧，就是。但是你講學嘅話話咧，嗬，即係你明嘅嗰時被害到路嘅，未用。第一點，電腦用電話嘅啦，一時被逼你講係乜嘢？because so far 是冇人哋冇人哋得個嘛。你 even 有時陣係講有一個人伊用 AI 做歪邊嘅，嗬，伊卡電話你 FaceTime 嘅你講用 Mandarin 嘅你做你嘅話，你本非常奇怪，本嘛都係講華語嘅。所以你講學嘅話是幾安全嘅，你講廣東話都冇人安全嘅啫 ，because 香港真係地打。actually 我同你講，學嘅話是真正安全嘅啫，尤其是邊兩個學嘅話真正安全嘅。但有好有歹啦。OK，so 我俾個人講就是我到底 Zoom 啷在當時，啷到底啷嘅節目是用 Zoom 嚟學啷 call in 嘅嘛對。所以到底 Zoom 本有一個關電碼，咪同你講嘅，每一個 AI 電白講嘅 feature 嘛，所以電白講嘅就是伊會 summarize 我嘅 meeting 嘅，所以人講安尼句嘅後幾句，特別我那是人邊咧學嘅錄音時，伊個咧是出來講胡話嘅，伊叫我是講話，咧有咧準，有咧無咪準，因為有幾年字啱到呢度想咯，所以伊是無學緊，無邊啲學緊話咯，所以未打開手條話，你真係我用我安怎用 AI 啦，我另外一個 channel 到啲 YouTube 是叫做 Learner to Learner，是講阿莫話做講about 即我係 roadcaster 啊，做 audio 嘅物件嘛，所以喺你內 show 咧，我到後邊做是大大嘅擺字，我都用伊，因為我安怎。我聽到 before 有 Zoom 有 AI 時啦，我用 Zoom AI 時，我都未什麼特別配寫伊個 title 加伊個 show description 嘅嘛，我做 YouTube。特別我係是 live 嘅，所以我唔是想講我 set 一 topic，有人起來講一 topic 成個變嚟學嘅呢。係你是人有每 question 你是 call in show 嚟，人每 question phone in 你是特啲 chat 嘅每一 question， 我特別答。特別我做。我一個 show 是1點鐘，另外一個 show 係2點鐘、2點半鐘。咪就 time 我到3點幾鐘、4點鐘後一下，我未記我講咩啊頭隻 show， 所以我未寫啊，我未寫 recap 係咩啊，我就做對去聽咧 episode，然後聽，然後佢嚟寫 title，佢嚟寫 description，然後
since Zoom 有迄個 AI feature 哈，我可能了咧時一寄一條 email 啦，我即個 topic 我人講嘅 subject 伊成日講伊 topic 你講下面 topic 啊，其實講下面物件，咁啦寫出來所以變做我會minute 討論啦，哈，所以我一聽啊，我讀呢，我會記講，哈，對，我想到講下面物件，所以我就暫時下落去，係嚟來做我大刀，啊是 at least 伊 jog 我 memory 伊到下手我想起3點靜，我人講下面物件，所以我哋用，你人講下咯，按怎用 AI。我大家基本用，安怎我會使甲你 share，我會使 share。你 share 會使，你阿無等陣 we 吧，你再往當 Insta 落頁未？所以我咪 share 下你咯。係使啊，你 share 你特別好看，你 screen 啊。OK，來我 share 下。嚇 ，OK， 你 share 等陣。OK，我先講伊 background 啦。OK，所以這邊我當時做一個比賽啦，中國象棋嘅比賽咯。然後我嘛想講，哎呀，我愛做一個較特別淡薄嘅 opening 安尼款啦。所以我嘛做一個 video 安尼款嘅物件咯。But then 佢了是用 AI 來做嘅，所以你人看者伊，of course 有淡薄。有當時會看到淡薄無邏輯嘅物件啦。比如若是講你賣安尼注意咧，actually 伊偏隻乜嘢鬼關啊？你是講？對，你看者。我看到你放到真。無聲，特別買啦。看你聲是你家己做嘅，本頭你家己寫 music 嘛，你講。你特別過 share 過時 share 時 ，make sure 你 check 嗰個 include sound，你 share 時啊。比如嘛，你做一年你特別愛pay for subscription 嘅時候，佢會做到。普及有啊。這是你家己做嘅歌，袂掉 flag 嘅。對，家己做嘅歌。你用咩讀？肯定你講，我看了你甲講。江山如菊，風雲際會，勝負只在一念之間。歡迎參加2025年賓州議長長年杯中國象棋公開賽。這個是用 AI 做。哇，來講下安怎做？水哦，這個呢是用剪映做嘅。剪映是一個 software 嚟啊。剪映是一個 software。你叫咩 ？Cut Pro 啫。CapCut 啊？CapCut 哦 ，CapCut 是剪映嚇。哦，特別你做注意先。CapCut 是 international version 嚟，剪映用國版好用，用國版好用一隻。哦，是啊。因為一隻面就樣燒掉，一買學人外口嘅人用嘅啫，所以樣嘅抖音加 TikTok 是無上 version 嘅。OK。所以我頭先用嘅聲成日講伊講話聲啦 ，actually 是我講了伊用 AI 變聲器啊。OK。所以你是頭一個咯。係你特擺你做嘛？你去 review 時特擺你係假聲。特別我不每日做咩事你平時 food review 時，做咩事你被假啲聲呢嚇？我們來到這個我是明明頭，做咩事你被假啲聲？就是在那炒粿條。做咩事你被你都鏡頭你自己被鏡頭咧 AI 嘅事，還是你做咩事被假你聲？我嘅冇 because 你講，往時我會聽到你會，我會聽出，maybe 我識你嘅時，我會聽出你會講嘅，聲換了就伊會看你讀嘅articulation 啊，佢哋我會聽到是你嘅聲，特別伊聲唔是你聲咯。這不是你話我奇怪，是唔是你頂當時你講往時人 complain 講你聲無好聽，是唔是咧？對啦，所以嘛安尼款咯。你特別你是做 song 啦，是 because 你家己 branding 是你家己聲是你 branding 嘛，把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你去叫下你咪你叫你電白講，阮寫未出來咗，一啲聲，你家己 unique 嘅聲。特別較 popular 啊。伊較 popular 是名嘅啦。成日講我 video 若是講用我正聲咧，人
款的字啊，然後若是講我用安尼款的吼，伊會起特別你為啥較久嘅時，你會成日拔到無你家己，你會 feel 到成日講無你家己。我有係我家己到嚟面了咯。我參啦。參，阿面講係我面到嚟面咯。聲唔是我係特別我係人有到嚟面啦，成日講我食那是啊，我比我本身嘅係啦，我做 live stream 到啲 YouTube 時候是 because 當然 YouTube 乜就係你 live AI content 咧 ，especially 成個 podcast 可能 completely AI generated podcast 嘛。然後我做 AI 是 because 我能 live stream 嘅時候 ，at least 當今 at this current moment 依個冇成講佢哋 AI live stream 出嚟compete 嘅 feel 到成個你被 separate 人看 AI content 加只人 produce content， 你看 live stream 都應該都會看到。anyway， 你冇 feel 到講你係成個 lose 掉你 brand 嘅，你用冇用你個幾聲，你 feel 到鬥下手你嘅 content。你鬥下手我是講。我成日講我不如我嘅 video 嘅了是用 AI 夾嘅嘛，所以 which means 我掂集嚟地嘅物件，地嘅迄個下 footage 啦，我一家己 auto 甲我加嘛，所以加出來 around 1分鐘啊，你看，等下就來做。即係用CapCut即中國嘅 CapCut叫咩？中國 CapCut叫咩？剪映，你本是用剪映做啦，剪映是 online 嘅了，還是 download 到你 computer？ 我甲你講，真用咧，所以我做這個 video 喎，because 你知啦，我過嚟加車啦，你如果 attach 加喺你咪不殺斷啊，我真無用啊嘛，特別我過嚟講，我係 page 就，所以我特別，然後你在 Facebook page 上嗬，once 啊，你2日安尼款無 update 呢嗬，你會 reach 啊，慢慢個再落咧，你就。所以我冇辦法咯，所以特別食咩特別出新嘅物件啦嘛，所以然後咧，如果係加咩用點聲，你當今嘅錢，你掂入去啦，以 AI 甲你做出來。你使好玩看，你使開你 screen 啊 share screen 好玩看，你 project 即係 project，你 recently 用係你剪映界好玩看。我俾看看手機嘅，我都到手機去做嘅。手機嘅。你手機嘅到底 Zoom 嘅嘛？你使 share 你手機嘅嘛？我用條 computer 吧，我知，你到底 Zoom 嘅你去 share screen 嘅時，你使經隻 option 是用 phone 嘅嘛？嚇。對，等陣。嚇，你 share 你可能是我咪是看到咯。到個你去手咪講物件，到個得嘛？冇。係咪嘅 ？iPhone mirroring 啊，對。OK，所以係你 CapCut。入邊你學嘅唔係個咧，用 AI 講嘅比較樣比，你使講睇定到20年前入邊你學嘅 episode 嘅了 create 用 based on 佢 data 嚟 create 新嘅 episode 唔使要，我咪 try 過。我本來是伊唔知你講下咩物件，伊特別你可以就講你係你物件講下咩物件嘛，啊我無人俾嘛，你嘅無人 train 你。往某啲 train 掉咯，往你 association 某啲 train 掉伊咯。往 train 就做 train。所以往俾到，就是講，但係你 episode 你特別 transcribe 出來。係啦，可以在 English 即句話係咩意思？然後一個 AI 都會曉算下你巴生嘅人啊，參。你講道哥是是。算得人也道哥。then 我是特別。哇！你講 OK， 你講那 association 做咩？咱是無地的，咱是有真正濟地的，特別咱問題是伊無明白。無 training， 咱無。對，你特別解講啊，伊即個人講嘅一句話，這段是蝦米意思？你特別 translate 蝦米 ？English 啊 ？Any big language。OK， 所以 because big language 係用嘅。當然啦，你看安尼節目上講就話啦，正伊會明白，伊會通，伊講得真順嘅咧，就是 English 同 Mandarin 嘅啦。because 只係 data 數，幾頭字啊？對。所以有陣時你用 French 嘅話啦，你會比較something 你冇夠味素嘅。OK。你看會出嘅。Spanish maybe 會講好嘅 French。伊學伊 data 真啊水。我即係用 ChatGPT 嘅 Mandarin 嘅 Mandarin 大波先係介 sexy 呢。特別問題是 ChatGPT 嘅 Mandarin 唔好嘅，ChatGPT 嘅唔好嘅。
如果有只講就好嘅話，你我講用中國嘅叫做豆包，我甲你講是笑啊，我講。安怎用 website 啊？未，伊是中國嘅嘢呢。我有中國嘅 number，但係我有 number 掉。OK。我阿妹有陣時send 困嘅時候，我計send幫啊。等陣我。你要再講我聽啫，嚇。佢講聽啊。你聲 sexy 嘅聲。我竟然是 quite sexy 嘅聲啦。伊就講要講隻 emotion， 伊就隻 expression 呢種。你計講話是伊嘅川句。好你叫定得你台灣啦，即係有，安尼反正冇啦，特別伊嘅。睡了的哈，姐姐講話，誰要睡了？姐姐講要睡了，是姐姐。當我聽到，聽到，我諗晒啊！我講起你刀爆嗬，是真正。刀爆嘅幾年啊，成個你 scrotum 啊，刀爆。你叫阿龍幫淡薄，伊真正個你伊真正像個人可呢。伊想個人講話呢就，因為我冇幫講過啊，伊答個擼水水個啦，伊唔知伊個會 pause 伊個，伊個要想啫，一度則驚人嘅。伊現在真但係 GPT 馬路本嚟安尼講啊嘛。冇安尼好過，我老實講 ，because 我特別用嘅啦，冇安尼好到。嚟，我聽你刀爆嘅聲，刀爆唔是成個刀爆計成個係你，Oh my god！你刀爆成個兩粒刀裡面那個包子唔是成個你豆皮，成個 scrotum 叫咩啊？學嘅話叫 scrotum 叫咩？你內包啊？你特別用就是有嘢就是佢哋豆個包，佢哋內裡就都係佢哋面嘅，就是講刀爆，我想就是 scrotum。你每款，你嚇對 ，OK， 來，係我你喂，你在嗎？我在呢，有什麼想聊的嗎？我想，我想知道你為什麼叫豆包呢？這是開發團隊給我取的名字啦，具體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覺得這個名字比較可愛。容易記住吧？你喜歡這個名字嗎？我覺得這名字聽起來有點像食物呢。沒有啦，像藍帕。他團隊給我取名的時候，真想着美食呢。說起來，你平時喜歡吃什麼好吃的呀？我喜歡吃上海菜，你呢？雖然沒有品嘗過美食的機會，但我知道上海菜很有特色，濃油赤醬，口味鮮甜。像紅燒肉、松鼠桂魚這些都是很經典的上海菜。OK， 喜歡吧？OK， 等陣，我講聽 AI 啊，樣嘅都是啊，這是個破人嘅就 AI 啊。แล้วก็ใช้โปรแกรม email พอรู้เองแล้วก็另外一個，一個真正成個要教你講淡薄 information，但係你再講我知 about 上海菜，伊特別學你幾個 sample，但係 actually 假搞是對嘅，你知哦，假搞，跟住即係見哦，唔知假搞，伊個假搞個，哦，係個搞到假跟住假喺你搞呢個，已經假厲害，是講 AI 是假厲害。OK，所以假搞伊大擺會學你知淡薄 information，我嘅 additional information， 特別往時一個假搞係個假你物件是唔對嘅話，你特別寫字，嚇，伊講啊特別一個真正 convincing，伊講啊成啊，阿哥我知你係你啊講啊，你知係你咩？對。所以咱特別會曉掠。double check 嘅，你袂使相信伊嘅，袂使相信。你袂使100%相信。我個甲伊講啊，你啊吼寫錯了，根本就唔是安尼款嘅名字啊！你好好甲我去追出來。伊個甲你講，sorry 啊，對啊，你對，我跟你講你是唔對，你甲你講嘅嘛。係啦，唔知就是講 excellent question 啊。我講聽budget啦，唔知。人邊咧學嘅呢 recording 個老師到底internet 嘛，就人 I script 嘅 data 會使嘅嘛。特別，你講 budget 係講用 train 嘅搞嘅事，伊是迄人會用嘅人嘅聲是用人個咧邊咧學嘅人嘅聲。不，聲佢有啲聲是會調嘅，聲是另外一個 spectrum 嘛，伊會調嘅。當然是 data 無夠，伊有 data 啦，下面人嘅聲，你用。你叫 Jennifer Lawrence
聲本會使用講，你嗰個教你得，冇乜人冇聲聲，就把刀是咪咕，你使經是我嘅聲，阿龍後屌嘅是阿龍嘅聲，阿哈那個是到底道哥別啊，道哥出來是樂可那邊的。冇嘢啦，disclaimer，個 unfortunately not authentic in experience。我同你講，電影嗬，你會使落普基電影。大面嘅會啊！嗰時沙路米搞笑。你落家己嘅聲，落家己嘅聲咧，我咧等陣你先啦。即係直頭，咪話我直頭冇錯，真係。continue 講，你講啊，即係你當然講條，即係 already 無聊誒。係咪？但我冇聽你講明。我講，我怎麼用刀包嘛？特別我講你講，刀包是即係比如我係做講話，我冇識到是家己聲個。刀包伊會使用家己聲就，特別問題是嗬，伊學你讀咗隻物件。because 伊別 train 你啦，你是講用你家己嘅聲效，你是講，所以伊有一段物件啦，你讀出來咯，佢一段物件讀出來，我真係等，所以我我做咯，我哋企向我咪做啊，所以我教當然都冇用到家己聲。你有你這點八點鐘嘅話啦，你做開了而啦，一 process 出來，是你嘅 Clubhouse 一道是咪是有攞嚟叫 ？Clubhouse 一道是。哦，冇嘢啊！冇就係都冇啦。你 Clubhouse 你使讀住 paragraph 嘢時，你使 type 嘢 text 時出來嘅咧，用你聲讀出來嘛。特別危險咯，即係就是安尼講啊，人嘅嚟 scam 咯。成日你 Marco Rubio 嚟啦 ，Marco Rubio 人用一聲佢用佢 call 佢個 department 咧。貓蟲啊，貓蟲就要嚟講。誒，你講唔係你啊？即係喂講，阿妹講，我特晚講係你先啊，why blind accessibility 嘅入邊 voice over 已經有了，所以我會使 turn on 加是 turn off 嘅 ，turn on 用我家己嘅段。無唔是，即係用用毛語嘅聲嘅了講話。哦，你是用係咪 software 做嘅？冇 built-in 嘅 Apple 啊 ，iPhone Apple 入邊會 voice over 嚇，你 turn on 加 turn off 呢？哦，呀，之後用我家己講話。每次就條嚟睇 ，actually Apple 面嘅你使這條，你使 train 你個嘅聲，我未記叫做咩啊？啲 accessibility 特別嘅，所以特別聽到個機聲，你話實怪怪哦，怪咯，家己講話，家己講話。你話我特麼你開你 phone 就你冇你個琴嘢。我同你講，係你就是你頭先你講嘅咯，即係 AI 你看到 AI 剪視頻，對，然後你看開起來了嗬，然後解釋講啦 ，OK， 我嘅接開哪裡嚟。OK，解釋安尼看啦嗬，แล้ว哪一個 process 咪素材上傳中，上傳 upload，就是係咩意思？哦，素材係咩意思 ？components 哦，成片思路分叉中，分析中。哎呦，該這字喎，用以上路。哎呦，別好睇，效果沉重，效果合成中係咩 combine 啦 ，consolidating。效果是。所以嘛，一直出來啊。今天我們公司組織了一場戶外團建活動，大家玩得不亦樂乎，你看他們笑得多開心啊！打羽毛球、扔飛盤，各種遊戲項目，讓我們感受到了團隊的活力和凝聚力。最後再來一張大合影，紀念這美好的一天，為我們的團隊點讚。今天我們公司組織了一場戶外團建活動。你使 edit 個文啊，好，你使 still tweak 啦。哇，這團隊也太有活力了吧！看他們揮舞。你就接起咯，你接起啊！你看啊，你 script 啦，係鬼寫，你咪鬼寫咯。編輯是 edit 嚇。編輯是 edit，所以你係鬼寫咪鬼寫咯，鬼寫咧嗬，等陣一對條你 script 嚟讀咯。所以成日我係
我嘅物件我是過 edit 過伊 script 嘅。所以你that's why 你會講安怎伊有當時伊講，I mean 講伊講嘅話，有當時是較 local 淡薄安尼款咯。你使經 local 人嘅聲哦。無，伊 already pre-make 咧，所以你會使接起來面，成日講啊，你 feel 就講，哎呦，即個上長啊，你家己 edit 咯，你慢慢教。特別 which means that 伊 already set 掉你點聲咗，你使你 layout 出嚟，你是 tweak 啦，你免講頭前期啦。嚇，對，安尼款咯，所以就所以就咩嚟使出嚟，成日講。20分鐘裏邊就好啦。所以為了你使點聲，伊 quality drop 咯，伊唔是真一 professional，是當 quality 咯。要清楚。some point 你聽住講啊，這是 AI 做嘅物嘢嚟。I mean 未必你較強，I mean 你關係咧，嗱未必你在成個。特別你 script 你特別家己寫過，然後 sometimes 我有家己錄音咧，用別人嘅聲，所以就所以你講安怎有當時你聽會出成日講伊講嘅話，你口氣成個是錄嘅，特別你聲唔是錄嘅呢。有啦，成日講即個物件咧安尼講咧，較福建 style 同埋安尼款所以伊本會出來。你用福建話聲，講福建話咧話俾你聲。查甫嘅，伊用台灣嘅嗬。唔是，伊是調伊嘅聲呢。OK，伊是變聲，唔是講換別人嘅聲啦。成日你別你，你講華語。特別伊變聲了水嘅喎，伊聲。伊聲是水嘅嚇，了即個呢就是講嘅。這是係咩啊？差咩啊？這差咩？這是係咩嚟？Suno 做 music 嘅。Suno 做 music 嘅。So that day 是我愛寫一條主題曲嗬，我 activity 啦，年尾嘅 gathering 啦，我年尾本是有 gathering。這本是 free 啊 ，Suno。I pay。做咩語？我 send 一個 WhatsApp 好lu，我做出來一條歌 Refusions， 另外一條 AI。OK， 看到我棒。OK， 好聽啊。這個好是用 AI 寫啦，所以你特別解講。你係咪 prompt 可以 prompt 意思是按照講啊 ？prompt 是你特別可以淡薄咩？無 prompt 意思就是上個伊家己嘅，伊 prompt 出來伊家己做填詞好路咯，伊 release 伊家己填出來好路咯。你別可以淡薄 prompt， 你別寫安裝。無係你是 under music descriptions。song description 即是講伊 instrument 乜用係咪物件？特別你字你特別係淡薄打工嘛，淡薄嘅填詞咯。你冇解講我今日去買菜。你冇喊打工咯，冇見啲幾點我去買菜，我去到買菜。特別華語 prompt 叫做咩？你咪寫嘅 prompt， 提示詞哈，提示詞對，提示咯，提示就是講伊 topic 嗬，提示什麼意思？特別即係大概咯，特別我同你講，你安怎本？呢是 command 嚟嘛，呢就係命令能做物件嘛，都命令文。命令，你叫伊啊，成你寫法，你講人要做下面嘅呢？對，特別 prompt 較好聽 ，prompt 是講成個都成日愛叫一個囡仔做物件，特別你唔是只甲伊講你咪解個了，你可以淡薄。idea suggestion 可以 instruction 咯，可以係你 direction 咧嚇。可以提議做嘅。指示本啊。對 ，OK。成日講伊嘛知講你愛嘅物件咯，成日講我愛寫一個歌詞喎嗬，我特別甲伊講咯，我嘅歌詞是蝦米，然後我嘅 MV 裏邊咧嗬是安怎嘅有蝦米。你到底寫到怎意思？我這裡是用 ChatGPT。OK，I see，OK。華文本。所以你使拍入，即是你掛書拍入去，了是個叫寫就掛好多下即掛書嘅。你 create 那時喎嗬，你拍你那 lyrics 啊，你拍你 lyrics 入去，你看到？
lyrics，對，拍你 lyrics 咯。所以你到底 GPT 寫啦，過來這邊拍一掛數字起啦，好，配四掛數到底要邊位？對，แล้วsound咧，你本會使家己寫，特別我甲你講，你家己寫，你愛寫個真正 accurate 咧，較艱苦啦，唔所以你最好就叫佢 suggest， 哦，你甲伊講我愛寫，我愛sound，然後你甲我做出來，甲我寫出來，明白咯？所以就會啊喂，然後特別呢，你愛用伊真正 advanced model 咧，你是愛考慮啦。然後若是講特別伊 generate 出來嘅歌咧，未必是甲了是好聽嘅啦。伊做兩條好路，好路經。伊做兩條好路咧，有當時有嘅伊 melody 會怪怪咧，袂合甲你嘅歌詞嘅。你知？特別呢，我會使我就是講開一個 example 互你聽啦。你會咁 ，because 有個人講，哇，這個是 AI 做出來嘅咩？伊人無相信咯。聽袂出。咁你會使我使互你看，互你聽本呢？係咪嘅？你啲吹掉會放下位，我放一條。啊，是你要聽，我唔使互你咧。你有聽會到吧？你會聽到。這個是 original 嘅啦，這個 original。original 什麼意思？你是講你寫一個像嘅時候歌誒。copyright 嘅咯，這個是 original。哦，你是講你這是你自己寫啦，你聲本是伊嘅 Suno create 出來啦。對。是不是像個歌手嘅聲？像。你把紙疊成鳥的心說着是祝福也是一夜之間心又回到那年代千和起舞緊緊搖擺個合音在我歸來往日情懷好了特別我有嘢我 abstract because 我當今嘅 AI 成好了啊啦，伊會使 abstract 伊 stem 出來，所以伊 stem，我 delete 掉伊 vocal，然後變做我人去 studio 歸落過，我人同學啊，我人愛做同學會嘛，我人同學做這啲去做。搞啊，你只教用這 AI 呢？人 AI。先生都讓他佢寫就聲仔喲，你就俾會曉用啦，你該用得好，唔曉用嗰度亂用嗰度冇咪好。所以你俾人有啲人講就 AI 會代替啦。但係你寫一條歌啦，你叫 AI 寫啦，你要注意 in the end 是注意寫嚟個條歌冇錯咯。你嘅錄 in 你唔使錄 already click 了嘢嘛。特別係啦，特別伊個 website 有 agree 咯，講你會使即是就 own 嘅，伊個 website 有講 Suno own 這 right 哦，我唔知。冇，ICI 話都掂嘢掛去 Amsterdam 嘅，伊個就彈條獎啦。做當然有 AI competition 啊，做怪。哦，用 AI 做啊，這是我俾幫毛菇掛，毛菇這是 AI，這是 ICI 做呀。冇，這是我做嘅。但係聽講這是毛菇做嘅過來啦，美一個數個有米菜吧，給大家聽。哇，好聽哦！不同的播客，之间精神正能量，听了心情飞上天。无论年轻还是长辈，听 PGHK 都会嗨，笑声满满，欢乐多，每天生活不再闷。有人因为 PGHK 变成 KO 超有名，福建话讲个顶啪啪，一开口就超吸引人，笑到停不下来，好像疯子笑到狂。隔壁车以为你傻，其實是 PGHK 太強。Happy birthday PGHK， 聽到你笑到停不下來。哇 ！Oh my god！啊，今日特別棒啊，姐姐嗬。
有一人聊天嘅華語喎，有阿妹個，有阿妹個。哇！這都是蘇諾做啊？阿龍，冇另外隻，這是中國蘇諾啊？冇，阿妹。係咪你在叫咩 ？Refusion， 哦 ，Rediffusion， 誒，英國點 ，hello， 歡迎英國點 ，hello， 嗨，英國點，嗨，有人會聽到我未？聽到，我呢句無來，聽到無聲了，個了大行。係咪有冇聲？冇啊，你都聲款個，冇伊個 video 個了，你個 format 個了無聲。一隻股無來。哎呦，了我係正名啲錯係好難看喎。你換啊，你換。哎呦，這裡是。你換名？我個你換哈，我個你換咩使？換好啊 ，EKD 哦，還是係咪？EKD OK， 我換你 OK rename。OK，all right，特別冇啦，我冇寫出來，是啷到最 Zoom 難講的。So OK 啊，冇做啊，耶！哇，特別我旁邊有聽一段人字。唔緊，有淡個夾減啦，我夾98%嘅呢。誒冇嘅做。學嘅呢個記錄佢啷個記錄？一撥地起來，但係成個龍眼講嘅，一擊未起，一擊間就係咩？冇，唔是，你係那是講伊寫 output stem 啊，成個龍只大媽會話講。有 app 會聽伊音出來。actually 我會嚇，你使聽伊本伊個人嘅伊唱歌嘅聲甲把你聲分開啊。OK， 會使。好，按自己出裏邊自己去落一個 version 出來咯。要慢落啊！即係你話我落咩？我自己寫歌，我自己變嚟學緊咩？怪啊！自己 wish 自己 happy birthday。係啊耶！我已經叫人叫我寫得。嗱，應該 maybe 會使借人會使叫阿龍寫學緊。會使哦！我會使解學緊話，特別唱歌我是未嘛。嚇 ，maybe 特別當吹人。鬥下手，阿咪，嗱係啦 ，maybe 會話我落啊。特別嗱就只寫歌書咯。嚇，你學我呢首歌咯，我睇過。嚇，毛菇。Because it's quite straightforward 嘛，伊裏邊嘅內容嘅了。嚇，毛菇都學呢歌書。OK 啊，我先。你想我聽錄音啊？嗬，安尼款能了就500塊啊。誒，到處落啦，到處落，個技能就有。到處落。特別落，是會話喂落一個。冇了嘛，我就冇大一邊啦嘛。OK 啊嘛，你就到處落啊。未擺又啷搞厲害咁嘅事啊！應該將嗰啲除佢賣咗吐。冇都比較隨貴哪裡啊？可能邊咧學緊嘅啊，冇人做隻怪啦，嗬，做隻如果去唱歌，唱歌嘅人做隻去唱，唔是都好貴哪有貴哪嘅人。特別你會使 actually 那是講亂夾好話啦，那是亂係落係。你自己 mix 啊？我自己 mix 會使。係啦，會使本啊。攞那是唱。嗱使嘛是嗱，你特人唱淡薄咧，夾好你咧。係咪啊？你是係咪嚟啊？你係咪 Christmas 係咪貴嘢啊？真係貴了。哦 ，Christmas 呀嚇，一個 blogger 是唔是？一個 blogger 叫我落嘅嚇，一個 blogger 伊叫我落，冇相嘅 blog，一樣 combine 咗一條歌 Christmas 嘅歌。你兩個記人嘅朋友咧，係阿 boy 啊 ，Australia 阿 boy 叫。阿 boy 咪是講話，伊 rubber band 嘅 band 啊，咪是有出一條歌，我咪是在這邊落一件可以人 mix 嘅。看較別緊啊，咱這個話物來，咱係會使幫補上個 English 個 Mandarin 個有福建話 version 是個特別咯。你未必讓特人落一句咧，是幾好啊！咧我鬥起來。我感覺到特人落一句啊，一 combine 起來。哇！會使啊！我學我做啦，我你未 mix 啊？我未 mix 啊！我 because 我當見咩一個，我甲你講啊，我係一個個了吼，係個 audio mixing 嘅個了啊，我無 download 到我係 computer，I mean 講 Mac 內邊。嚇！無到我 Mac 內邊咪咯。
你我個未曉用伊嘅迄個喎。你叫咩叫我係使 mix 啊，我係使 mix。特別若是講我有伊歌 separate from 伊嘅 vocal 啊，伊唱歌啦，使卡拉 OK track， แล้ว個伊唱嘅，แล้ว若是亂 lock 嘅時候，亂會使 lock 無歌啦，就是干那亂聲咧。實在是講，我唔知亂曉未曉，特別未曉本好，我係使 remove 伊嘅 music 本 actually。若是講咱對住歌唱啊。落嚟講 ，anyway， 咱不只講龍做啲 lyrics 起來先咯。咱慢慢一步一步，咱免講直接就你是要放嘛，咱會使想 after 咱做了嘅時，咱到底明年是放咩使嘛？先知係咩事 ？Anyway， Happy birthday 嘛。because 咱 actually 其實掛掉12月就水啦，11月尾就水啦。係咪？我講寫字寫歌字啊！我就是講做好佢條歌11月，做好佢條歌啦，11月尾會是放啊！我咪 try 看咯，當見9月我 try 看咯 ，try 看啦，我就會記好啊，攞 audio 咧，我計 mix 啊 ，mix 我會。是講攞 audio 拿好就拿係咪咯 ？actually 當然用電話本會嘅，但係講你聽到啲你放啲歌到啲 computer 你請條 headphone 係，你用你電話 voice memo lock 啊。แล้วเกี่ยวว่า你ว่ามันเอ๋เนาะสิ咯iPhone เนี่ยจะเกี่ยวว่าเสียหายไหนเหรอจะเกี่ยวว่าจอนอ่ะอาตาactually 就講我上年都想到，就是 after 你兩放嘅歌，我都想到了。我能夠講到講即係用即係 AI 是真正好意，真正係咪啦？特別若是講。When it comes to 迄種 professional 嘅人嘅時啊，actually I don't know 會記哦，that why 伊人 Hollywood 有 writer strike，because of 即係 technology 本嘅問題本嘛，樣argument對無？有時講用伊人嘅 work， 什麼來聲？特別無會聲文嘛。伊人驚伊嘅 AI 會寫 script 互伊人，會做 actor 互伊人，做伊嘅面，做伊嘅面講話，想甲伊嘅面，安尼看伊人聽時。陳奕寬。And then 你講到 about 你怎麼放鬆，我都想到，你人本是講 singer songwriter，伊講替伊講，要替了伊講，樣就是 that's why 有一個 strike happen because of this。少。這是 the flip side 啦 ，the flip side of 這 AI 啦，所以咱講話你使講話嚇，你一係 still 係 songwriter 啊，咪你講。特別意思是講 normally 是你特別去找 songwriter 寫啦，當 songwriter 變就是無講去咯，因為你用 AI 來 replace 伊個。I mean 這一人目前反笑，因為這一講啊。AI 會 replace 會 take 佢嘅工啊，你有 feel 到安尼款嘅，我講the negative impact of AI 哦，你點白講替你工去？I think 我即係冇人應，即係冇人應啊，特別嗬 ，because songwriter 咧就有陣時較危險特別，because that day 係我 try it sooner 喎，你 humming 呢度，你可以 melody 呢。你自己 create 嘅 melody 啦，伊就會甲你 compose 出來啊，係咧就是唔一較解淡薄。You just hum 然後我就搭車夾到電話，嘛凊彩唱咯嗬，伊唔一做出來一條歌曲啦，對條路嘅 melody。So 我是未曉啦 ，maybe industry 人會聽到想講伊寫嘅歌。無呢好，還是較差，什麼我唔知啦，我無夠 professional to 聽到伊個 difference。我看到一個 video，伊人吼都是有嘅即 interview 佢那裡係啲 singer songwriter，and then 都是伊係啲 something like IT specialist 啊，伊都是講伊 just key in a few keywords 啊，to create 一個 pop song。叫這個 AI create 這個 pop song 啊，then 嗬，用伊 create 了嗬，你用 play 嗰個 pop song 啊，伊人聽了嘅時啊，想法唔是講
即個會真係會做 hit 安尼款。所以伊會曉睇伊會成個伊個 formula to create a hit 嚟。伊有 melody，伊會 lyrics hook and everything， 都是咯。所以是危險咯。特別我未曉啦，我唔知講伊寫出來嘅是較好過正搞寫歌嘅人，特別對我按照描寫歌嘅人是已經真好啦，成個為我講嘅對唔對？我甲你講，迄個歌吼，我放出來吼，迄個人會笑有聽，有個人啊流眼淚啊。但係你望未記，即係聽嘅人，嗰時係咪 level？對，人有 appreciate，特別唔是對，特別，你先講，你按看嚟講，但係你真正搞寫歌嘅人，你咪免驚咯 ，because 你嘅調無像嘛。你當然伊無平常時你叫佢話去請一條歌寫5000塊 ringgit 嘅人嘅歌，伊是應該是無想愛去學5000塊人寫一條歌啦。當然嘛家己做咯，特別伊嚟 send it maybe 無夠5000塊，特別炒冇我個有1000塊嘅嘢喎。伊過嚟啲，我甲你講啊 ，that's why 迄個歌啊，伊個唔是隨便嘅哦。你聽了，你感覺着講無聽，你看有個人講。我聽了我老白油，你講伊會感動到人。even though 你人唔是成個講 professional 有聽係，就講這歌是 AI 寫啦。你講講，你咪是寫，你咪寫阿咪啊創作，按照寫下你 composition 叫咩話語？作曲啊，電影嗎？你係。對，作詞電電話咯，係啦，咪是作詞電白講，即 GPT 是電白講啦，對，即 GPT 是電白講。但係 OK，所以特別亂 feel 到亂家己成個亂家己 profession， 除了只歌。有成個有感覺到講會和 ChatGPT，I mean 和 AI 嚟影響到你家己 career 喎。就係講，我咪碌加車，我咪碌加車喎，有一個真正大嘅煩惱，就是講咧，咪碌嘅小學學生啦，一般會曉用 ChatGPT，有一個嚟寫 essay，都學白做學。應該是無好誒 ，because 你寫個安尼好啦，你一驚呀，你就知講，唔是你會 send 得了。所以我真正知道我講吼，有嘅學生吼，同學吼，你成日講我唔知講你人是用蝦米物件來寫嘅啦，特別千萬啊，唔通安尼款啊。特別啊，無人聽你嘅，你知道？啲人少。你要 coach 係先，安怎咧 ？coach 係先會使用 ChatGPT 咩？我甲你講會害着伊咯，害我比較大事咯。我比較你對換一另外一個想法咯。但是講你就係講，而家用 ChatGPT 嚟寫，樣會曉咧，你別 expect 樣買易用咧，冇可能咧就。所以變到講呢條路是思路咧就，你叫人盲寫講盲寫盲用，冇用咧冇可能咧就。你解安怎用？唔是啊，你係講安怎用 ，or 你叫人寫，人佢寫啦嘛，係咯，你就 random 咯 ，random 講嚟張同學，你出嚟你解釋我聽做乜事，你安定款寫，你叫人解釋咯，所以伊特別會曉解釋講，而家你叫人寫作文唔是俾叫人做作家嘛，你特別你主要嘅講是俾學人去理解佢哋語言，按怎去表達，用樣本嚟表達嘛。所以你就講 ，OK， 我看你寫啦真就好，你就免去 question 講，伊是用 ChatGPT 寫，還是伊家己寫，還是老闆寫可以了。你直頭佢講，你解釋我聽講，做咩事你會安尼款寫咧？嚇，你係點寫？你是想到蝦米物件誒？做咩事即隻貓對你安尼有影響咧？你解釋我先生聽話，嗰時當你規班呢面前是講 ，because 你用 ChatGPT 寫冇大問題嘅，問題是你家己明白冇明白 ，ChatGPT 寫出嚟。我咧學我咧寫我是先生咧，我就解安尼款，我講你人寫一篇嘅文章，還是一 essay，你成寫成。了你睇了你文章來辦嘅時，我教人按照用 ChatGPT 做係更加好嘅。了時你解講 ，OK， 你當然係一句你按款寫嘛。了你叫 ChatGPT 解好伊較好去，特別你要 discuss 或者辦嘅時 discuss 講
做咩事 ChatGPT 嘅 suggestion 是較好，你伊就會學到啊，但我未寫嘅時，我特別講，我會記 ChatGPT 講安尼款寫較好，所以伊個有在調用 technology，instead of avoid technology，後你在調用即個technology 嘅 AI，迄個拜拜電你媽，加你特別講去教你安怎寫個較好啦。哇！你變做 good suggestion，嚇。對，你使用呢個辦法嚇，所以你同我講，人講 AI 會代替人做工 ，actually 唔是嘅啫，你唔是應該驚 AI，你是應該驚咩啫？你是應該驚會曉用 AI 嘅人。哈哈，對，唔是 AI 本身啫 ，because AI 是 based on 人嘅 intelligence 嘅成嚟嘅。對，人無 train 伊袂曉本。就是叫咗啊，係嘛？是哇嚇得。講到真係 review 話講到話真係我。recently 我看到一個 video，伊人翕伊係個 university professor 啊，起笑咗 because 伊係個規個 class 嘅人個了啊，用 ChatGPT 來答伊人嘅 assignment。就是有咧就是講，有咧就是什麼你別。特別 maybe 新嘅事啦，因為你佢就係你 professor 啦，佢老實講，我本冇咩用嘅。老實講，我俾佢做啲 topic 就估特別。我就用 ChatGPT 答樣 assignment 嘅 ，because ChatGPT whatever 有 plagiarism 你thesis 被 pass 嘅，你 thesis 被 pass 嘅 ，OK。所以特別 anyhow，我是感覺到有個人真正 resist 即新嘅 technology 咯。伊樣成個講咪接受即個新嘅AI 嘅即個科技啦 technology 啦，科技，有時咧是啦反抗這種嘅科技，反抗嘢變做 instead of embrace 嗬，成個啊我接受，我會 try 看安怎用，即個特別人講嘅，咱特別曬人講時候講安怎用即個嚟。用 AI 嚟鬥下手樣學較好，所以把鬥你想話，若是你寫了，凊彩亂寫嘅 AI 鬥下手你寫較好嘅，你使可以，但比如可以幾鬥，把鬥你 naturally 寫嘅時候，你就俾佢講你利用 AI 寫咩啦？伊愛分段嘅一頭做會使，你教講課時談只講分，課才是談講分，特別你袂得一個。你要用 AI， 佢會使鬥下手你寫，特別你特別寫，你袂寫物件先，你嚟叫 AI 加，好如？對，你個 actually 安尼 review 話，你嘅學生啊，你學生本身是無咩愛寫字、無咩愛寫文章嘅人，你甲人講嗬 ，OK 不要緊，老師再講老師用 ChatGPT 嚟寫，注意是用 ChatGPT 寫起手，我唔是俾賣你嘅，你起手，我俾教你個較教用啊，你講互我聽講。你贊成無贊成 ChatGPT 安寫好？伊寫係是唔是你愛寫嘅物件先？你叫因解釋我你聽，伊就再講哦，原來我無試過寫物件 ，but because 有 ChatGPT 提我寫咧，我當今愛做嘅物件就是我去加伊裏邊嚟用幫助我家己嘅感情嚟邊，就伊裏邊變咗伊有興趣嘅咯，伊變咗伊有寫物件嘅咯。你唔是講緊啊 ChatGPT 教你做功課啦 ，ChatGPT 做好你功課，你家己功課佢較好去。你變做你咪是有啲人是半段，係你是你未記啦。你 either 是買教功課，還是叫 ChatGPT 寫可以。你係你世界講咯，你 analyse 我聽講，你即係寫係時你是想到後面叫人講出來。但是講你逼到伊講啊，伊就去想 ，at least 伊有去想到講 ChatGPT 寫物件是啥物，伊個學到咁半日，伊無教功課是完全無學到咯。對啦，你是未記你半段人啦。特別你使用嘅 technology 嚟 try 啊，英國中咧，我咪講英國中嘅看法成咗，英國中對 AI。我未講阿龍嘅，係你講是好啦，但係你是頭先依學生都俾有依個嘅感情，被惡嘛，伊若是正未曉家己笑，伊半段笑，還是伊唔賣笑啊？
这个 ChatGPT 就写变，伊就写变互伊咯，他们属于都是对，这是这本是想啦，就是特别有咧先生是完全袂使当 ChatGPT 我 fail 你讲 ChatGPT， 特别你袂 avoid 嘛，你物件 already 出去啊，所以你特别 embrace 你有咧买写咧学生已经无心写咧学生分段啥，我讲分段做功课嘅学生，伊用来教功课，伊 already 就是平常时无写就是无教咯。了，你當點解用 at least 佢 embrace 到伊安怎用這個新嘅 AI technology 嚟鬥快超越咗。特別本段你未記本啊，本段。你可以使用喺你文章裏邊一樣嘅字，有可能是即係咱唔係你識冇人肯講嘅喎，即係中國嘅 version 咁講嘅喎。你做乜事肯講咧嚇？你每度都係你學生 ，at least 你學生嘅時候就講哦是咩？一般就講啊。你做咩數經濟字啦嚇？你講做咩數都係經濟字，做咩數 why 啊？你先生咧就俾教咯，你先生就俾曉教用 AI 人解人方解人咯。對，我講你聽啊，咱有一個 flow， 一個物件，咱未想到。咱較了較濟這邊啊，是古學嘅人，對唔對？咱是古學人。哦，老 school， 老頭腦啊，老頭腦嘅人，所以咱看到這個新嘅物件咧，咱較驚，咱未接受，咱未想安怎參這個 new 新嘅物件去入面，咱嘅看法，咱嘅款，特別你特別會驚，有囡仔他那啲話大。無老頭，本是老頭腦。無唔知，咱學是安怎看，咱嘅學對。Because 情形啊是安怎看，咱學當嘅情形是安怎看，伊敢若知就是 AI 呢 ，ChatGPT 呢 ，touch screen。伊人家己啊，我想伊人本身嘅家己用伊嘅 AI，會看啊，人本是袂曉想本啊，伊人會吹這辦法啦。隨一個情形，和伊個 AI 鬥卡手，人本袂曉 imagine。但係講，because 人想掉了啲人嘅history 啦，咱嘅 past， 咱過去嘅事，咱是捌用過即個，同你做咩啊？龍？我叫面。แล้ว你是講你咪是好不嘛？你先講一樣嘅用到 AI 嘅樣俾用嘅 AI， 個人老一派人用嘅 AI， 用 AI 是有可能是完全冇想。你看，人荷蘭啊，真正要緊是會曉寫字，會曉算數，會曉用人嘅家己腦想 original thought。Maybe 啊，樣冇啊。你看嘅物件，要緊互人啊，互伊人嘅點聲 ，originality 冇想，冇要緊啊，要緊了，伊人嘅世界啊，是多啲 AI 喎，無想噶啦，伊嘅 priority， 有冇垃圾冇好，有冇垃圾講唔對，所以伊人唔使算小本，要緊嘛，伊人若是袂曉算小本，要緊 ，maybe one day 伊人彈 implant， 人講。365 times 567，伊人嘅 implant 無條啲接起嘅鳥了，所以就無要緊了，人都唔使，人都唔使會記人嘅羅家沙、時間個，伊下你本事就係問題嘅處理啊。特別咪是上個人嘅年代咧，人講 call check 嘅時，你使用 calculator 啲，頭先未了靠我咪寫晒嘛對。maybe 是人嘅 calculator 就是人少年嘅 AI 哦。對咯。John 啊，我感覺講先生啦，伊唔是講袂使用 AI 咋。The thing is， 有個人用 AI 啊，伊是 copy and paste，都知。伊是 copy 啊念。特別 AI 咧，伊help you let's say 啦。對。伊 summarize 伊 point 係咩好咯，特別你要用你家己嘅聲來寫出來喺啲 paper 啫。
啊，你是先生爱知，比如是先生知讲啊，即个囡仔伊用的字是安怎，伊读的册是安怎，伊会明白的物件是安怎。下物件，伊毋是讲来，毋是当不啦然我咧想啊，copy ChatGPT 是 paste 就输了对，有的人是英 copy 國 paste。英國講嘅words 我講是第準嘅 original thought 啊。對，是特別，但係有件事咪就是英國中講嘅是，個人想嘅是，伊講對人新嘅一代人，有可能 original thoughts 是無重要嘅。英國中是講嘅話 ，maybe not required 哈。maybe 個無上嘅 level of，特別我唔知啦，我發覺對 human being 應該是 originality 應該是 still 有啲特別唔知，我係老頭腦，所以我唔知講佢哋少年一派人是安怎想 ，maybe 對人嚟講是無重要嘅。你看，我好你一個 example，你好你 example，咱去學當嘅時啊，咱你讀歷史 ，for example，你若是讀歷史，你讀歷史，你特別會記物件嘛，你特別會記字啦，追拍追啦，追愛追啦 ，and that kind of stuff。特別睇下，and 你看嘅物件，and 你興趣了。拍啲記就出，你咪會記掉啊？了你腦嚇對。你做咩笑啲入邊嘅腦了？所以你俾講話，你俾 discuss 㗎，你俾拍國家人係咪？你都唔使笑啲入邊嘅腦了，全部嘢了就會睇啲入邊嘅焦點。所以你唔知啦，即係新嘅世界是安怎講嘅？未使講你講咩？我講上個英國嘅意思是講上咱嘅電話號碼，咱負責得一記掉人嘅電話號碼，然後當今習慣了，咱是刷人嘅腦嘅 priority 咯，你成日講有啲物件你免用你個電腦做嘅，特別我是想未到啦，人未必都係 speculate 看啦，係講人家己想看啦，伊人係新嘅一派人。無對人嚟講，咱較感覺到要緊嘛，你個成個你家己嘅 idea， 你家己嘅 thought， 你家己曉想。但是講你家己袂曉想啊，隔了靠 computer 嘅時，你 computer down 嘅時，你咪是變咗隻戇呆呆咯。所以我是講，你英國就伊講物件無錯，特別咧我無 feel 到啦，because 我當然大家用啲咩講嘅啫，我是 marketing agency，我大基本用嘅啫 ，ChatGPT 又好 Gemini 又好，物件我本用嘅啫。係了咧，嗬，對我嚟講咧 ，original thought 唔是第一件嘅啫。because 你 thought 咧，嗬是真一節，我做 ideation，你嘛真一節無相關嘅嘛。但問題是，即係你 thought 你夾掉咗佢後，伊嘅 practicality 喺度落位。For example， 我要做 Korean beauty truck， 所以我咪就講 Korean beauty truck 有蝦米國家做過，係了，即係用蝦米 pattern 嚟做嘅，所以有 idea 是蝦米物件。所以我夾掉你 idea 咧，佢後覺得啊，即係有 idea 啦，but我覺得真大嘅 question mark 就是 ChatGPT 是唔是先壞？是唔是真啲荷蘭有人做過這類物件先？變咗是我講是 based on 以後我 original thought， 我就俾佢 verify。所以 brainstorm 啦，你 brainstorm 嘅 stage。所以對我嚟講 ，original thought 嘅 originality 冇人要緊咗。以後我係 thought 咧啊，唔覺得這裡是有人做過，嗰時一行咁 send 我 send 出嚟，我哋去 verify 看是滿，你要看你 blog 裏邊是真係有這個效應。你要被 check 啲 sources 係咪物件？because 有當時一開 sources 真奇怪咗，伊實到你嘢就講 review 我把寫過一個 thesis 一個人講，伊想是完全真是有啊，一講就跑出來啦，你 link 嗬是冇這個物件喺度，你被 link 對 source。特別 Gemini 誒嗬 ，Gemini 誒即係特別伊特別有好多 sources 係唔係？特別 ChatGPT 冇得掉多些，咁了嚇，有咧是你 click 呢個咧嗬，冇上物件嚟嘅。但是伊 interpret 伊 article 唔對，還是伊 assume 講伊就是。對我嚟講嗬，你哋睇我 still 是 insist 就講 AI 未害到人，唔是，人唔驚 AI， 人是驚會曉用 AI 嘅人。所以我咪做你會曉用 AI， because 你 already be reverse 啫嘛。對，成日講我。OK，成日講我不如愛做嘅 activity gathering 喎，嗬，所以我愛做成個一個人講branding，OK，我愛做一個 branding 啦，所以我
我人诶 T-shirt 哦，有一只迄个 origami 诶迄个胶啊，纸鹤啊，所以 T-shirt 诶 design 是安尼款，所以我就 based on 迄个我甲 ChatGPT 讲，你会使互我几若个 ideas，I 安怎去 brand 我诶即个 activity，我诶 gathering，所以嘛出咯几若个 proposal 咯，所以 from there 吼，你会使經。I mean 講成日你講係咯，伊甲你 brainstorm 咯，所以你會使經出來。But then practical 那是本是你家己特別去做嘅嘛，伊 ChatGPT 就做未出來互你嘅嘛，係咋？所以 at least 伊有互你一個 idea，然後伊先你點先去想安尼做啊。OK，但係你講嘅看，let's say 你去做 execute 嘅事 ，let's say 成日你講plagiarism 啦，嚟講 plagiarism。plagiarism 就是講咱去偷摕人嘅工啦，後用別人嘅工看開來讀別人講咯，定你講咯。啊，對，你去摕人嘅工來 claim 你家己講咯。你人會感覺就是講，啊，伊嘅歌啊是做出來隻畫圖是伊是去用遮濟人嘅畫圖去導做出來啊，變做個 claim 做 original 去，了攏有 feel 到成講無公平嘅，可能 copyright spirits 啊，哈，啊怎 ？No, I don't feel any guilty 啦，我感覺到 ，because 唔是這樣物件啦嘛，我也規個把手一千個，但係 combine 一個，所以對出來嘛。mana involve 有 copyright spirits 嘛，一落來就對啊。你愛係咩 annotation 呢？你愛講你 copy 蝦米part 你 copy 出來，寫到你嘅 note 一啲，你 check note， 啊唔你嘅 thesis 會你 copy 一 letter， 你講像你 copy 啊，這個 part 你就係 copy 翻出來，所以。無啦，I mean 講迄個是 thesis 啊，啊無就是你寫 assignment 啦。I mean 講成日講，人哋但係 IC 啊，講你 everyday life 無需要安關guilty 嘅。係啦，對啦，無解講嘢啦。我拄條嘅是係咩咋？當今特晚咱講 professional 嚟迄個 career 迄個工啊，像啊英國中我說we recently 我去政府嘅度工作，OK，伊本大間怎講？我出好多藥，我一再講係咪 side effect？ 哦，佢 research 對，哦，誒看了咗，誒看了咗，嚇，所以我一隻藥隻 MG 啊，你佢哋吹唔掉咧？實去看咯，係咯，危險哦 ，It's your problem。冇個，但係乜嘢先咧？香港路講，係咪？一叫你check，我 because 我唔是，伊何你係藥，啲人問每個啊有 side effect 咯，即係安怎哦？啊，伊無講你講就 clear 嚇，就 result 何路？你係叫你講 accurate 派咯，Are you sure 是指 Malaysia 還是指你係人？我搭3個月，我喺網絡觀看。你問咧，可以家己病人去採伊個 side effect，伊個病人問咧。Because he answer. 被摘，他咪嘅 side effect，要見他咪嘅 side effect 較無，要見他咪嘅 side effect 較簡單，他咪嘅 side effect 無咁呢簡單。你問下會摘，你特別有一個 medical 嘅 background，上個有會到有病人啦，去 Google search 做 Google search 後邊接來個。我當時係，你做咩㗎？我俾情緒你 T-shirt 嚟講啊。Please don't mistake. Please don't make mistake your Google search for a medical degree. Yeah. So 一條路按照可以做路在哦，唔知一條路。你是唔應該啦，你話你家己 research 你家己都未曉，除你未曉 research 咧，你未曉人你 assume 就人曉 research 咩？แล้ว你嘛成個英國中講，你以後你是計了你 side effects，但係是 common 咧，係咪冇 common 你家己了。問題係後面嘅 side effect 要見嘅 side effect， 後面嘅 side effect 是較無要見嘅。問題係係你解 ，I think 你冇應該啦，你是你。I think if that happen to be in 條書哦，條書咧，是 medical negligence 啊，對。then 啷個別人成日蝦米感覺到蝦米 career 會和 AI 嚟影響到只大，就是講5 years from now
當今過年後10年後，即個工是用 AI 來 take over 咧，係咪？都冇想過佢哋問題。有啊，我喺工裏邊啊，我想講我有做 media conferences。係咯 ，because 啲 Korea 是真 unique 嘅 market，咪 Korea 近日講 Korean 嘅，所以一直都要有外國人來嘅話，你又一定要有一個 live 嘅 interpreter 喺邊嘅嘢。係咯，我有一隻我甲我包率用嘅一個 interpreter，我講起即個物件嘛，伊講伊比到伊嘅工過年佢又冇人做咧。哦，尤其是教 data 冇使本來學嘅。伊講，我上就講 unless 講 let's say 講 AI translate 去邊嚟學嘅呢下。幫你估一個人做 interpretation 個，你講那是 understand American English to Korean 嘅話咧，有可能冇嘢。你感覺到你是講是唔是完全冇去，特別伊免家己到底下邊 live translate， 特別伊會使成個 step in when 伊嘅 context 唔對嘅時，伊所以伊變做成個 verify 伊嘅咧，所以咪是 maybe 伊講話特別冇。完全 eliminate ID 啊，John。俾 airport 啊。係咪 ID？ Interior design。Interior design 啊。Interior designer 對嚇。Interior designer 有可能係冇基本。哦。我朋友隔了差不多講咪做啊 ，AI take over 隔了，講你甲 AI 講嘅落嚟係咪物件 ？design 你。哦，係是。講我啦，當面做工咧，講 but maybe 較歹趁食啦。啊。阿龍都做咩？拍badminton啦，因為棒。我成個都講，你話你嘅請隻 badminton trainer 啦，我成個是你想你 badminton still ID 嚟講，都 still 特別係有配合到伊嘅，I mean 講 design 啊，你是講伊 client 直頭是特啲用 AI 嚟做啊？特啲是做。夾 AI 嚟做 reference，然後去取 ID， 但係 ID 免直頭了時間去 design 啊嘛。你咪是好多個攤位，佢攤位咁樣做工。乜都攤位，你冇 design ID，乜都難。特別你說對我嚟講啦，是有啲人真係教伊用伊嚟 design， 特別成個 editing 就好啦，講 editing，because 我做 editing 嘛，你使用 software edit， แล้ว你使去看。伊咧了，你假咯，看到你 ID 唔好，所以你使 ID 做出來物件，你會使 tweak 了是點悄淡薄，做下個客伊嘅 client 咧 ，maybe 成理嘅較減，特別你未完全就講無共係嘛？你若是有咧愛用即個未請即個電話嚟解做 ID 嘅，咪是好你慢慢嚟隨網咯，你家己做啦，家己做出來是下邊唔好事，下邊唔好事是你咪是即是你數啦。對，哈，伊是 aspects of 一部分嘅物件，較會互迄個叫咩啊？電影嗎？我人嘅電影嗎？野走去，特別有真啊，佫是一個大部分嘅工，就是我人會是人做嘅。都上個我嘅工，你看啦 customer service 啊，哇！我真係起哄啊啦，你會使訓練電影媽講，不要緊，我人會曉打卡手甲你，蝦米物件，特別伊運動是答句，哇！我真係起哄啊，因為蝦米，伊是 repeat 嘅嘛，了伊去電腦個袂曉講。蝦米叫 empathy， 蝦米叫 the most direct solution。有時一個物件講真係會影，你等一下哈，我人你甲你查了甲你講哈。了，若是迄個電腦講，哇，因為是安尼看，了伊講，我無明白你講蝦米啦，你嘛是擱再條命。特別你講伊把隻 AI train empathy 嚇。呀，Yeah. Actually, between empathy, based on database. Simulate. I think it simulate empathy. Simulate 伊唔是真嘅 empathy， 伊會曉講你有 empathy 嘅話，成個 why？ 迄個叫做 AE，artificial empathy。我甲伊講，但伊無 temperature 喎，伊無溫度嘅喎。啊，係咪無 Bluetooth 啊？冇溫度，冇 temperature。
buntut pula. So 伊袂晓其實 deploy any technique 你。tapi 我唔知 with enough information， tapi 別來啲人想，人家 artificially train 嘅物件，嚇，人嘅 brain 上 complex， 伊人未到迄個地步講，伊 maybe one day 我唔知啦，特別 at least in the next 5， 特別未講，我唔知啦，我未 speculate， 特別 anyhow in the meantime， 當機嘅事，你 still 被 train 做成個。可能伊阿 train 伊人做活去了，我人會世界最好伊人贏走去啊，不要緊啊。學即 AI take over 人去就是講。冇，伊人後尾學安怎 empathize 個人啊。伊人誒 data center 用了加了規世界水啊，我人個未講嘛，是唔是？伊當佢用電用水真啊濟嘛。我都是講，你用酷，你人會解釋啫。你做咩事用電，做咩事要用電，做咩事要用水，咱講嚟嚇。I mean the reality， 咱是講，咱這裡現實，咱講 AI 小，特別 AI 是需要對蝦米物件來做嘅。伊唔是空嘅嘛 ，AI 唔是空嘅嘛，佢嘛是都要靠電腦，都要靠 data center。面是你要收 information 嚇，因為伊 generate 真係 hit 嘅數是唔是？伊嘅 processing 啦，computer processing 是啦，我是你夾你 iPhone 就去到咩線嘅 iPhone 你有係咩 chamber 啊，咩字吧？你咩？注意 vapor chamber 嚇，你 iPhone 是雜喎？你 iPhone vapor chamber 嘛，誒酷啲，不，所以用嗰啲物件 AI 是有 computation。就你唔要講，用個算 computer 嚟，用電腦嚟嗰啲算啦嚇。你電腦嚟嗰啲算，係你嗰啲是做用電嚟 generate 伊嘅算物件 calculation。你變做有抓起，你變做用電腦變做有抓起，你佢哋用水嚟 cool down 伊嘅迄個抓起，冇物件就燒氣，係零。所以你用到真濟物件，但係你講水可以用個了起。對，一個伊阿未搞個，伊阿未真搞其他規世界最嗱最大係啊！有見咩嘅？呢個咩嘅？會啊！我講咩？我每隻係咩嘅？你頭先啊？誒，會啊！我落一集同見 AI 嘅。我就啊，落隻股啊，你為神少啊！我同你講，成家隻啲阿波成家頭先阿龍講嘅啊。interpreter 成日講翻譯嘅啊，名啊嘛，你看下你 airport 咧，唔是逗落去啦，當佢會使現時講話咧，伊 translate 咗係嘛？誒，咁低唔掉喎？係你我唔再講嗬，佢啲有用嘅咩？人冇，I mean 講人嘅 iPhone 加係你 airport 唔嘢事啊！我等，你講你 AirPods Pro 呀？我就講，我當邊啲 Apple 有啲 AI translator 了呀，我就講。我聽唔到，你講你睇戲啊？你 AirPods 哦，特別accurate。我話你今日啲，你講邊啲 AirPods？你講咩會啊？即係會啊咧？Yeah, that was already Apple。特別我唔知 on the fly translation。我唔知就Google 乜有啦 ，Google 就只 Google 較早有個，特別 live translation 哦 ，Google 有咩？有，Ray-Ban 嘅版權特別做好做 accurate 我唔知啦，做準我唔知啦。冇我同你講，我見你講過有一個 event，嗰個 event 咧好是伊有 interpreter，伊有 interpretation 嘅時候，所以我未講讓 interpreter 嘅 booth 被 set 喺度落位，伊講冇booth 嘅，講按照冇 booth 嘅，一樣麥講嘅話咧嗬，跟了之後 AI translate into English or Korean。into headphone 所以特人自己你好嚟邊嘅，咁咯，電咗隻 headphone 啊，屌，依時特故事 immediately translate 就 but with this 嘅味道。阿 John 都冇看到即係 Apple 嘅 event 啊，定我三日定咯，嗱，因嘛是好多看，羅人冇講上語言呢，啲講話 and instantly，你羅人冇特別誒咧啊，做好，我就是愛問阿 John 看 ，because 到 US 嘛，伊哋咩在條 Apple 安尼款。唔嘢有安尼款，我先講未燒炭我嘅 AirPods 嘅我唔知啦，我未 test。特別我特別我就係講，人講 instantaneous imagine 就是講你係住喺啦，我這邊講話你係明。特別隔了有
slight delay you lag because one second 咯，one second 咯。Because Apple 講嘅呢，伊唔是 translate word for word，that means 伊唔是字。但是講你 instantaneously 你 sentence 講無了個，伊未了解講你未講嘅時候咩物件，所以你就被聽你講嘅就是冚站咩是，伊個係 start to translate，because 伊 translate 是 phrase，伊唔是 word 字。Yeah, it translates the meaning，唔是 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你未做 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because 你未只講聽小語，無相嘅語言，無相嘅 syntax。For example，你若是講德國話，伊嘅 verb 是 at the end。對，你若冇 information 也未出來個。你要做一句明白伊嘅句 sentence，你就要等夠個伊冇嘅。對，特別 it translate the phrase 呢，所以定係就是有一個。特別下你就無蝦米坎坷 because 你講話甲人外國用電話講話甲人，是嘛是有 delay 本嘛？那是有關，我聽到真濟人講，哎喲，你 Google 嘅 demo 較 impressive，because 伊很講嘅是伊個睇伊嘅聲換做伊無像嘅 Google 出來，即譬如係 Apple 是無可能，特別係你覺得是 good。I think 就是好用 technology 好嘅辦法，用你個機聲了變做伊嘅 translated 話是用你個機聲 generate 出來。係 of course eventually 較好是好，特別我是未講嘅是當今件即係諗要用佢哋 AirPods Pro 3有咧 translate。Actually AirPods Pro 2本 is 有嘅 technology software update 是有啊。然後你會使用佢哋 translation 係人是真係人講。哎呀，唔知有 instantaneous 㗎。其實你接到一個 UN 嘅時 meeting，你聽 translation 本唔是 instantaneous。I mean in the context of instantaneous 就是講，伊聽 understand 伊講到啲你係啊，本是 already 有 lag 嘅。咱未使成講，咱一人 complain 嘅是，因唔捌用 translation service 嘅人，真係阿龍呢，你每真正你用人嘅，伊咪是無個現時就頭出來嘅，伊特別聽伊 understand 咧，伊個講說特別有 slight delay。even though 係咪？未使講到講係咪佛教？我大條你講嘅大條有 slide 嘅 ，because 我啱古早做課堂嘅 translation，because 阿冇人比較聽華語嘛，所以做 translator 嘅，我會聽講人啊對。人哋阿龍去課堂啊，阿龍未使去課堂嘅咩？會使嘛？係咪個有啦？你等陣嗰後面物件 AI 特別咱無講兩個人講點冇正嘅話，喲，梗係 interesting 啦！阿龍我未看過。有時啊，而家是我講嘅嘛，即係我同你講，我就咩是拜過咗，我即幾廿個月裏邊，我做 presentation 做得真係好嘅咋，好似做得就好啊 ，because 我有邊啊你pitch 咧可是 online pitch 嘅，就是講讓愛出讓幾廿間 agency，係啦講我三間可能做一個 tender bid，係了我是啲 online 為做 presentation 嘅啫，我嘅 slide 咁了是本地是 Korean 嘅，我當初做好時㗎啦，我嘅擺好時㗎啦，我打地嚟㗎啦 translate。ChatGPT translate 㗎啦，水㗎了，擺個水㗎啦，我嚟伊嚟 text，我愛講嘅物件，我㗎啦是一邊起來講，我愛講下咩物件，這邊嚟邊伊嘅 text 係咩物件，我想要講下咩物件，Luffy 就講下咩物件，應該講過，伊擺㗎了嘅 presenters 嘅 script 好話㗎了，我對咗讀呢。But of course 啊，你別成日講講，伊講嘅物件，你㗎啦嘢，知道對掉登 fact， 我冇人哋講啦，你 review 啦 ，of course。我 review， 我驚佢講有啲字，我自己我幾時都冇用呢啲字嘅。你叫我 immediately 講出嚟，我不明白本咗，所以我話咯，我就 make sure 講我明白伊叫我講嘅物件㗎咯。或者我用我自己嘅字，用自己 pattern 㗎了，刷咧，我嘅讀出嚟。That's why 有叫做 AI assistant， 唔係 AI replacement。Exactly， is assistance 啦。我加錢咪我寫嗬。我愛安怎去你甲我寫我嘅 script 出來，所以伊 produce 出來咯。你目鏡咯，有誒你感覺到哎呀，伊個是上深啦。你 at least 有一個 idea 啦嘛，所以你會使用你家己嘅 language 個再講咯，還是安怎家己加淡薄安尼講咯。But at least 伊 speed up 你嘅 process 啊，你免去死我哋寫。
當 OK，即係你我一直都對於話係學生嘅 topic 咯。那你都平時講用 ChatGPT 先嘛，寫嚟唔要緊 ，OK？So 讓交換文章，就是講 A 加 B 嘅文章，B 加 A 文章。Luca 先生講，即係呢篇文章裏邊，有時候你經10個字嚟改，你安怎改？你哋逼掉樣你學生公司呢個廿八年我同你講，你話汪都是會曉用 AI 人嘅。我冇咩曉，我咪跟人學，我咪跟人學，我咪博士啊，攏開博士班，我跟人學。博士班啊，假如按照一樣。你繼續同你講啊，我比較 prompt 要緊嘅嘛。對 ，prompt，但係我同你講啊，八大嘅世界上咗，你愛 design 物件本好啦，你唔曉 design，你愛 design 一條圖出來，一條 poster 出來啦，你唔是講你愛嘅啦，就唔是嘅就。你特別會去 describe 講，你愛係咩物件？條片徛啲藤啊隔壁，藤啊有迄個 rainbow 轉入來，係咧運動後水斜到，你特別會曉講一個物件。我有教我嘅即係 designer 講嘛，我教人講嘛講，你講當然世界嘅咯，做 AI 咧，浪費到人講演技哦。伊講伊無 feel 到過，我講你真係無 feel 到過 ，because 我嘅 designer 是無講話嘅咋。They don't know how to express themselves。哦，所以比較 express 嗰樣做物件。伊 still 是無 feel 到係你 thread 嗰度錯。所以我講，我特別按照 how to describe this poster。對，你係語言特別點樣搞？但係可能人咧，你對嘅啦。所以嗬，你明記講，你學 AI replace 你特別會曉講話，會曉想，會曉用 English，會曉用 Mandarin，但係講你特別是啊，唔是講。有中國有好料嘅simplified Chinese 嘅 AI 出嚟，你就驚啦。唔是，你想講中國14億嘅人，佢咧會曉去形容講，哇，那個天多美，那個海水多藍，唔是特人會曉這裡物件嘅。微我實是伊做得到咯，所以伊就夠用，伊會曉表達咯就。伊會曉叫，伊曉擺。伊曉擺你電電話，伊曉擺你電白講，安怎？伊有寫家己嘅 prayer list。對 list， 但是伊曉擺夠擺嚟講，你咪夠彈咯。你咪買擺就別彈咯。誒，不知講，一見到啲就係 idea 咧，就一啲想到，一見到啲就係 idea 咧，一啲想到佢伊安咗佢課讀醫學生嗰種嘢。都攏小小都 AI 寫咩？人每類 AI 寫咩 ？AI 就是成個硬講。老師知道你們有用 ChatGPT 啊，不用假了，我知道你們有用的。老師，我要你來解釋給我。老師用 ChatGPT 多過你吃飯。我同你講啦，你往為注意講，唔是跟他，這個世界唔是跟他 ChatGPT 嘅。because 啊，你用久了，我特冇用嘅啦嘛。你用久了，你發現就講，以前嘅 pattern， 你物件真係 advance， 特別有隻物件是無好事嘅啫。伊會 make up a lot of fucking interesting stories that don't exist in your original slides 嘅啫。所以我就是看伊，我學伊係你 slide 咧，我其實講你學我即係 script 嘅咧，一出嚟物件講，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即係講嘅 slide 裏邊嘅 text 冇關係咗，伊係寫物件出嚟咗。So do the for example 啦，有certain 嘅物件咧，你愛寫物件咧，你用 Claude 寫嘅物件咁 make sense 咧就係咯。嗱時你愛做成個 presentation 嘅 script 嘅了嘅物件啦，咁 make sense 咧，你特別用 Gemini 咁 make sense 咧就，所以我特別會曉搬。誒，阿龍你用 Gemini 逼 Gemini，你 AI 我未逼過，特別冇逼都 OK 本啦，你是講冇逼本錢就 OK 啦。哦，冇逼個夠好啦，冇逼個好特別。新加坡這個字。我表用過，但係都話你差別，我是學我 ChatGPT 是學女嘅，我90幾塊。冇學女冇。聽佢 perplexity 哦 ，perplexity 都見比個 ChatGPT 伊樣講較好過 ChatGPT 哦 ，I don't know。特別 actually 這邊你曉用成個圖是不用無相嘅圖，是用做無相嘅物件啦 ，maybe now。我同你講成微話你特別叫做刀包 ，because 刀包跟顧 DeepSeek，你唔用 ChatGPT 刀包是叫做簡單。你是微話，你是隔定當斜嘛？微話時候你是隔定當斜嘛？你叫做刀包，你叫做 DeepSeek，你叫 try 即係內涵嘅啦。你係 feel 到because 樣是 based on 中國嘅 data，所以樣是 Mandarin based on Mandarin 嘅，唔是 based on English 嘅。所以你係 feel 到講，意思係咪有我老嘅嗰個好料個 ？OK， 刀包 LP。我講我 so far 我第驚一隻物件寫咩物件就。
就是有聲會出來嘅物件，我第驚，because 伊成個人講話嘛，我非得這裡一個人嘅咗，有一個叫做 Notebook LM 啊。哦，即係 Google 啦，我用，Google 我覺得係真正驚人嘅。你就我做嘅物件咗，我其實做一項真簡單嘅物件，我 already 規身關咗。我記得我古早寫係 blog 嘛，我寫就係 blog，我就特篇嘛，我嘅一篇跟佢 text 咗，1000個字嘅，對人字嘅，我點知幾可以啊？伊做一個6 minutes 嘅 podcast 話咯，兩個人講話，一個查某，一個查某，因講話上加人講話啊！一啲 discuss why 係你 notebook LM，notebook LM， 列碼 notebook 列碼 notebook LM。我同你講，比如話你會下個未困嘅。我係你自己嘅文章，我用1000個字啦，1000個漢字嘅文章啦，我點咗佢裏邊呢？一條兩個人去 discuss 我寫嘅物件啦。你在玩得用 notebook LM 哦？啊，那是你要讀冊人，面對啊，就佢哋講類。我用 notebook LM 是有當時我要讀 instruction manual 啊，還是阿咪物件新嘅 product 啊，係咩時候？你會使去找伊個 PDF 伊 instruction manual 吼，你下入去，了還是你成個講你相信嘅一個 technology 嘅 blog 啊，是YouTuber 啊，了你下伊個 video 落去，了你叫伊講互我互我一個 brief 嘅 explanation of 一個 technology 是蝦米物件，了伊個 source 你 insert 入去嘅，所以你咪是再講伊袂使是算先你啦。伊 take from resources， 然後伊讀規個 PDF 嘅 document 出來咧，變做成一個 podcast 嚟起啊！你聽，你有時你放掉聽，所以你 knowledge 你哪免是人講人哋 dry 講去讀嘅 PDF 嘅，特別 manual 咧。特別有一個 pro 就是講，你放幾本冊本好啦，伊上是冇所法，我 try 過你等以後你一個15分鐘嘅 podcast 呢。就是講你比如你 podcast 就是講伊是 concentrate 嘅咧物件啦。特別你使計講，你使做一個 chapter。你世界講一個 chapter 呢，你變咗佢哋 chapter 做下一卡，特別背會使較長係咪？特別 anyway， 你會讀，你總之是講，你是用 notebook LM， 即係叫 notebook， 意思上加你到底學長嘅嚟看，寫你 note 就嚟看，แล้ว你學物件用新嘅辦法學物件，成個尤其是我冇咩讀，當在我讀冊，我係唔知嘛，所以。我用 notebook LM 呢，我係 consume data 啦，我係收啲新嘅 knowledge 嗬，較濟嘅我用聽啊，就出邊我不知嗬，攏夠用嘅人啊，攏會使讀對嚟拔刀啦 ，next future episode 是講我攏會使成講做 example 講成特媽阿龍阿 Will 我學玩看，特別成教玩較深淡薄誒用。係咪 tools 按照用嘅 tools 嚟看，成個阿龍啊，我看即係我哋 surprise 嘅嘢啦，我上面有一隻 surprise 嘅事啊，我用得 book LM 呀，我就冇學你講你我 blog 嘅 content 我點知佢裏邊呢？我用 Malay 嚟 discuss 咗，伊 Melayu 啊，上個家人講話，我冇問俾就是講，按照 Malay data 人哋借，我冇問俾佢咗，按照伊 data 係借㗎。伊會 totally impersonate， 就安尼講嘅強，安尼講嘅人講話白得，伊個 Google 到 Malaysia 啦，安尼講，我唔知講就是啦，Malaysia data 有安尼濟。OK，講個這邊先，八刀嘅是讓那是各位聽，安怎一定有隻鼓起手我冇看到喎，講隻電筆講字，這是毛毛鼓咧，你鼓是毛毛鼓啊嚇。我記得唔是咯，唔知 ，looks like it。古毛毛喎，古毛毛都是毛毛菇啊。你冇得咪但話冇電咧嚇，古毛毛都是毛毛菇啊。是啦，起手起個手指起啦，冇來踩我。可憐喎，咱都冇可憐呀，冇bằng sao應該。你電話冇電嘅，你用白粒嚇。冇電嘅。哦，嚇，你會講咩？你會講咩？冇啊，冇咩啊，講。OK， 冇，佢哋誒話題你有講啊，誒話題是生隻。OK，講個這先，禮拜兩個到對嚟講生隻另外一個話題，感謝大家，拜拜。
各位聽眾，呢個禮拜冇講，必須到這邊訂，邊一靠訂看訂聽個訂就正，現在錄音時對同啲都感謝大家。這時係點？這時個唔看咩咩段啊？個5點先個觀啊節個 ，OK bye。邊啲好見到講實時集。